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。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。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。油價同埋企業盈利繼續係主導金融市場嘅兩大關鍵主題。當我哋繼續聚焦喺美伊嘅談判進展，檢視全球股票年初至今嘅表現，錄得接近雙位數嘅升幅，顯示出企業盈利嘅增長前景佔據主導地位。我哋繼續睇好股票，即使中東衝突導致油價上漲同埋供應鏈中斷，嚴重影響部分行業，但對全球股票嘅不利影響整體可控。即使係亞洲除日本嘅市場，歐洲除英國同埋日本等等嘅石油進口地區，盈利增長預測亦都被調高咗。所以喺資產配置方面，我哋偏好跨市場同埋跨行業嘅部署，捕捉半導體以外嘅行業升勢，同時管理好債券收益率若果上升造成嘅短期波動。油價同埋市場對通脹嘅預期所受到嘅影響，仍然比起中東衝突開始嘅時候擔憂嘅情況溫和。可能係由於經通脹調整之後，油價相對於過去嘅衝擊仍然處於較低水平，而能源效益喺最近幾十年持續改善，以及決策者有策略咁動用庫存填補供應缺口。呢三大因素令我哋相信，只要霍爾木茲海峽嘅關閉時間相對有限，就可以避免對通脹產生重大影響。債券期限方面，偏好5至7年期嘅債券，因為長年期債券對通脹疑慮再升溫嘅風險最為敏感。而我哋都睇好新興市場債，相比起政府債，風險回報更加吸引。今集時間嚟到呢度，下集再見。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，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，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。